嗱，如果大家煎開牛扒咧，一定聽過一樣嘢叫做梅納反應啊嘛，因為你煎得佢好咧，佢就會出現一種焦香嘅狀態啦，嚿牛扒咧就會由紅色變成咧深啡色少少窿噶嘛。但因為咧梅納反應咧，其實就係紅血球蛋白質咧被糖化嘅過程嚟㗎。咁但係呢樣嘢咧唔係淨係喺呢個牛扒上面會發生喎，喺我哋人體都會發生喎。當大家喺身體檢查報告入邊咧發現自己糖化紅色素嘅水平越嚟越高嘅時間咧，即係代表我哋係變緊一塊煎靚咗、煎燶緊嘅牛扒。牛扒攞嚟食嘅，燶少少就冇咩所謂。但係如果我哋嘅身體出現梅納反應嘅話，代表我哋身體入邊咧有嚴重嘅發炎㗎啦。而發炎得犀利嘅時候咧，你連外表咧睇到佢變得紅腫啊，同埋開始暗啞啡色咁樣嘅。呢個時間亦都代表住咧身體組織咧其實已經係慢慢咁衰竭緊㗎啦。嗱，不過好彩咧，我哋嘅身體咧都有一個好勁嘅器官啦，係可以防止我哋嘅身體出現梅納反應嘅。呢個器官就係胰臟啦，佢會咧分泌胰島素出嚟啦，阻止啲血糖咧周圍走去破壞我哋身體組織。而胰島素咧係可以將我哋體內嘅一啲葡萄糖咧轉變為一種叫肝糖嘅嘢啦，就儲藏喺我哋嘅肝臟入邊嘅。當葡萄糖咧被轉變成為肝糖嘅時候咧，就可以成為我哋身體嘅能量啦。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可以攞翻佢出嚟用嘅。多咗嘅話咧，就會變成脂肪。所以點解咧我哋食得太多會肥咧？就因為咧我哋體內嗰啲葡萄糖水平多到咧，胰島素發生作用嘅時候咧，個肝臟都儲唔晒啦，咪變成脂肪咯。而點解頭先會提到果糖一樣好衰嘅嘢咧？就係因為果糖咧淨係得一小部分可以被轉化成肝糖，當攝取過量嘅時候咧，多餘嘅果糖就會變成脂肪，慢慢導致呢個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嗱，因為咧現代人咧實在食得太多果糖啊，所以每4個人咧就有1個會患有呢個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肥胖者咧更加有70% 咧係會有脂肪肝嘅問題㗎。隨住時間嘅推移啦，呢個脂肪肝咧係會慢慢發展成呢個肝功能嘅衰竭啦、肝硬化甚至係肝癌嘅。所以咧，當大家要維持身體機器去暢順運作嘅時候咧，一定要減少果糖嘅攝取，同埋咧盡量達到血糖曲線越平穩越好。